让我们来一起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8章16到31节。新约使徒行传第28章16到31节。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索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们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之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以上，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教会建造第7讲，也是最后一讲，直到地极教会广传，直到地极教会广传。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清早，在主日的清早，就有这福气来敬拜你，献上满心的感恩。今天也是与主同舟的日子，我们也献上感恩，因为感念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面上来，不是为了要享受荣华富贵，只是为了我们世人的罪孽，要来由他的宝血来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主这样子的救恩，这样子的爱在每个人身上。祈求主，你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中间来学习到如何能够成为你的门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能够怎样来容神益人。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有圣礼典，我们要与主同舟，我们能够享受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献上满心的感恩。今天也是我们一系列在讲有关教会的建造部分的最后一讲。我们过去我们是盼望从使徒行传中间把有关教会的建造的部分，我们用7个主日来讲，来考察这初代历史的历史中间，我们怎样子能够参与这个教会的建造。我们讲过的这几个里面可以看到，右边这几个就是讲教会应该是要成为怎样，从建立开始，然后它成长的，能够如何去扩散，如何能够扎根，如果能够扩展再增长。左边这边告诉我们，它能够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情境之下？例如说教会要成立呢，乃是因为圣灵浇灌的原因等等这样。今天最后一讲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因为
耶稣告诉我们，这福音要传到地极。那传到地极的时候呢，教会就要怎样去广传。那我们的周报上面呢，日期是写错，应该是今天9月1号。所以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在第一讲我们讲到教会建造里面，教会要建立呢，是因为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发现到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才能够走出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他们教会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建造了一个整全的教会，不是只成为一个内部的教会，而是要外展，然后进到教会里面呢，他们又是那万物长、凡物公用等等这些，成为一个美好的模范给我们看。而且同时告诉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要整全教会，必须要兼顾到很多的面向，所以我们教会也用这样来当做我们的期许，就是教会至少有5大功能应该去完成。第二呢，我们看到教会呢要成长的时候呢，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万事互相效力。有可能是从外面来的受到的逼迫，但是呢，我们要坚持是顺服神，不是顺从人，教会就受到了祝福。我们在内部呢，教会内部也会有纷争。那纷争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智慧去解决，要让这个不好的事情变为好的事情，就受到了祝福，就能够更加有合一、统一的心，神的道就得到了兴旺。在第3讲里面，我们讲到遭受逼迫的时候要怎样呢？反而是造成一个机会，让教会能够扩展。因为那些被逼迫的人，他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呢，他乃是顺从主的大使命，他并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去躲起来，而反而是将这个福音就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看到福音就四处来传遍了。第4讲里面呢，我们讲到教会要在一个地方扎根的时候呢，需要有委身的人。我们看到保罗的委身，但是我们也看到亚拿尼亚，他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门徒而已，但是他愿意来，大家都不敢去见保罗的时候，他愿意去，所以他的顺服，我们看到那时代的初代教会呢，就是因为有这些委身的关系呢，教会受到了扎根。第5讲里面呢，看到教会在一个地方扎根的时候还不够，他如果能够去扩展出来呢，原来他必须要跨越文化。当时在这个一个教会只在某一个地方而已。但是他觉得必须要去拓展，要如何呢？原来他们就受到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受到神的启示，要他们将保罗跟这个亚拿尼亚不是跟巴拿巴要差遣出去。他原来是教会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差遣他们出去，他们就跨越了这一个鸿沟，跨越了文化，跨越了自己的偏见、传统等等呢。那我们就看到福音开始去广传，也看到保罗呢，他透过几次的这个海外宣教呢，就将福音能够传出去。在上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让这个教会更增长出去呢？是在一个地方成个 mega church 呢，还是说应该用职堂的方式？我们看到保罗他用的方式，乃是用职堂的方式，也就是到各处的地方就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就将福音能够传开出来。同时，他不只是建立过，他还常常回去那个地方写的书信去勉励他们。他乃是用生命、用眼泪、用教导、用委身这样的榜样来自己为榜样来侍奉，然后就将主就将这个教会呢，就让它能够增长出来。但是这样并没有完成最后主耶稣给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使万民成为他的百姓，只有这样，只到此为止还是不够的。但是应该到地极的地方，也就是要广传出去。那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1章第8节，耶稣知道这些使徒人他能力不够，所以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在那边等待。他们讲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要升天之前已经告诉这些使徒们，你要做最后这件事，就是将福音能够广传到地极。所以最后一讲，我们就是福音要怎样去广传，直到地极呢？我们看保罗他怎样去做呢？在使徒行传中间，
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他的最后一次，其实是到罗马地方去。前面有3次，他是纯粹就是去布道而已。但第3次呢，他是因为被要到当时候的这凯撒皇帝那边去告状，然后去被审判的时候所经过的这路途。但这样的路途之间呢，也是一样在传扬福音。我们来看今天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经节，从使徒行传的第21章一直到最后结束的地方。保罗他大概用了12年的时间呢，经过了3次的海外布道。上次我们已经有用图给大家看，第一次比较近，第2次的时候甚至就跨了跨了这个爱琴海，进到欧洲的地方去，因为有马其顿的附身。然后第3次呢也是一样，再去巡回去建造他们，让每一个人，而且甚至建造了一些制度，有选举长老等等这些。他在12年中间完成了3次的布道。当初的布道不是那么容易，而是用步行或是坐马车的方式，不是像现在是开车、有飞机、有等等这些，甚至很小段的一段距离坐船都要坐3天，现在都是几小时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困难之中，保罗仍然把握了这个机会，去做了3次的海外的布道，去建立了这个教会。那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呢，开始我们在第3次中间会看到。中间开始有一些先知都告诉在预言说，保罗你这次回去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会受到捆绑。还有一个先知叫做雅加布，他甚至拿保罗他束腰的那个带子跟他讲，然后自己绑着，告诉他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带子、这腰带的主人，把它交在外邦人手中。告诉保罗预言这样子告诉他。所以所有的听见的人呢，都知道这些事情，就劝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了，你上耶路撒冷一定会绑的，会被人家抓起来，会绑住。”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21章13节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说是那种非常有豪气，那种已经为主而来死牺牲都在所不惜的这种样子。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能有这样子的心智吗？保罗他的委身度就是委身到这样子。他说有人劝他不要去，因为你去预言都已经预言你一定会被捆绑的，那就不要去吧。但是保罗他说我为此而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结果保罗就去了。去的时候，他就发生一件事情，因为他在外面讲说，我们外邦人或是甚至犹太人，你不用守割礼，也是不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你反而是应该行出主耶稣的教导，也就是成全律法的方式。例如说十诫呢，不是照10条来讲，而是你只要爱主、爱神、爱人这样子，行出它背后的意义出来。因为这样子就受到犹太人他们的开始反对。他说：“保罗，你破坏了摩西的律法，你又叫他们不要行割礼，那这样的话很不好。”所以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使徒们就告诉他说：“我看你还是去行一些仪式吧，让那些人知道说你并没有要破坏这个律法。”所以叫他去带着去行这些事。有4个人正好是拿西尔人，他们结束之后要去行洁净礼的时候，他叫他去遵行去做。保罗呢，他也就照做了。但是呢，他带人去那些外邦人呢，他们不能进圣殿的。那时候有以弗所人叫做特罗菲摩，这个人呢站在圣殿的外面。那犹太人看到他的时候，以为保罗就将这些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就非常的生气，就要抓保罗。那把他抓住之后呢，就想要把他杀死，或是把他残害掉。这时候，他们的罗马军队里面的管理呢，千夫长出来呢，就将这个暴动先把它平息，然后将保罗带到他的营楼里面去，带他所管理的地方。但保罗希望能够为自己申诉，所以就请求千夫长让他能够讲话。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开始用希伯来文就讲话。他们觉得，他也是犹太人啊，他用希伯来话就静下来听他讲话。但是听到他们讲到耶稣等等这些事情，他们又开始跟他们所信的不一样，他们就非常的愤怒，又开始喧嚷起来了，然后又要杀害保罗。
那保罗千夫长就保护了这个保罗。隔天呢，就透过公会里面要去审判他，但是呢，审判的结果呢，并没有什么结果，因为里面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保罗看到这样之后，就告诉他说：“我被绑，原是为了要怎样？要盼望死人可以复活，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给我们的承诺。”哇，这就引起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之间的这些纠葛，他们的争执就出现。因为撒都该人呢，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他们也不相信有鬼魂，但是法利赛人都相信。那保罗讲说，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盼望死人可以复活，就反而让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开始在那边争论起来了。最后呢，就只好就再关起来。那这些犹太人就发现到不行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如何能够这个保罗会造成他们里面的这种争执很不好，就想要害这个保罗。但是他在关起来的那天晚上呢，主的派一个天使来告诉这个保罗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哇，这样的话就给保罗有非常的大的这种保障，非常的安全，有这种确信在这里面。那犹太人继续不愿意放过保罗，他们就想要谋害这个保罗。他们甚至有40几个人就起誓咒诅说，他们要不吃不喝，直到保罗死掉，他们才要开始吃。所以想办法就去告诉这个祭司长说：“你去告诉千夫长，说他们想要再问一些保罗的事情，然后带到祭司长这边，在半途中间，他们就要将保罗杀掉。”就这个话是被保罗的外甥听到了，他就去告诉这个保罗，保罗又告诉了千夫长。那千夫长呢，就觉得这样事情事态严重，他就派军队护送保罗到当时候的巡抚，叫做菲利士那边去。他所谓派军队是派2位百夫长，带着步兵200人，马兵70人，长枪手200。哇，这是大阵仗，只为了保护保罗送到巡抚的地方去。到巡抚的地方呢，巡抚问不出什么话出来，也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只好就把保罗继续留在那，因为他又怕犹太人会暴动。到第2任这个巡抚呢，他的这个菲利士呢，他已经结束他的任内。第2任的新任的巡抚来的时候呢，又要重新来审判保罗。但是保罗那时候告诉他，他希望能够上诉到当时候的皇帝，就是凯撒这样去。上次我有给大家看了一个地图，所以也可以这个地图再让大家重新看一次。红色的部分呢是保罗他第3次的海外布道，而这个绿色的部分呢，就是这次他送到罗马去的地方。从我们看那左下角的地方，右下角的地方，右下角最下面的地方那是耶路撒冷，然后就是被送到该撒利亚的地方去，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开始到推罗的地方，然后从那边开始坐船。绿色的部分就是，然后后来在最右边的地方看那个在海中飘来飘去这样的，就是那时候他们遇到的这个船难。接下去我们就会去看到，这是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21章到28章之间。所以保罗他被押解到罗马去的时候呢，他们在船上呢遇见了狂风，大家都非常的惧怕，他们甚至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丢到船外，因为怕会沉下去。那时候大家很害怕的时候呢，保罗却告诉众人说，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身旁，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相信神，他怎样的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果然是这样的。经过一些船难非常的危险状况之下呢，他们船就搁浅了。虽然船已经没有办法用，但是没有人损失。而保罗呢，最后也安抵了这个罗马。安抵罗马之后呢，在那个地方他们
保罗在安提罗马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可以保外，因为还没有办法审判，他必须排时间跟这个凯撒，所以就把他保外在外面，然后有兵丁跟他一起住，他自己租个地方就在那边住下来了。住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刚才我们读的经节就是读这段经节，28章开始所读的。他就邀请那些犹太人领袖来跟他们说明说他的案子到底是怎样，他所受到的误解是什么。他说我并没有犯到什么事情，本来就要被罗马政府就要让我无罪能够解放，但是呢犹太人不肯让他离开，所以才一直要告。所以这些事情让他们告诉，利用这个机会呢，可以向那些犹太人告诉他们有关的事情。他讲论辩论这些事情，也就是证明神的道。还有以摩西的律法跟先知的书呢，将这些事情呢来劝勉了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他所说的呢，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而相信跟不相信之间呢，就开始不和了，他们就散开来了。摩西就告诉他们，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跟第10节所告诉人的预言说这样：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我们当知道，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说。因为本来是要传给你们犹太人，但是你们不听，所以就要传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了。”所以保罗这样子在他自己住的地方呢，足足住了2年。其实这2年有它的意义存在，因为在罗马他们的文献中间告诉我们说，假定你上诉的一个案子，经过2年还没有去审判的话呢，这个案子就不成立了。这没有审判呢，当然有包括就是这个审判官很忙，或者说控诉的人没有来等等，这些原因都可能造成。所以保罗在自己住的地方已经2年的时候呢，他已经等于是这个罪已经没有成立了，而他反而利用这个时间呢，去接见他的人，来见他的人，他全部都接见了，而且是这样放胆传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呢来教导他们，并没有人禁止。整个使徒行传就在这边停止了，并没有讲后面继续有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保罗呢，被带到罗马去的时候，他至少完成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他在君王面前呢，凯撒面前呢，他显然已经有一个机会来为主做见证，同时他向政府的官员呢也传扬了福音，还有他到这个他来到罗马的这些万人来做见证，并由他们呢带回到各国各城去。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在起先征召保罗的时候就已经讲的预言，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第15节。那时候主耶稣派亚拿尼亚去的时候，告诉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果然，保罗不只是在向百姓们来讲，他也找到了机会跟巡抚，然后也上到凯撒的地方去，要向外邦人跟君王来传扬这个主耶稣的名。同时，主耶稣在自己亲自告诉保罗的时候，也有讲说，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他后面这一段第3次海外布道之后的最后一段的时候，这使徒行传就这样子截止了。使徒行传截止在什么地方？就用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作为结束。我们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福音广传的结束，它似乎是没有结束，是不是应该有第29章出现呢？那第29章到底应该谁要来写呢？保罗他虽然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他继续往下，因为他被释放了，那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你要传到地极的地方。那保罗有没有传到地极呢？那时候的地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其他的文献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呢他自己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也一直告诉说他就要到地极去。而地极呢，他那时候没讲，他就讲我要到西班牙去。
原来我们从地图里面去看呢，地中海最西边的地方就是西班牙，再过去就是海了。所以当初的人以为这个地球就是四方形的，所以过海带会掉下去，那边就是极端的，所以那边就是地极。是当时候以为西班牙就是地极，所以保罗曾经2次写信，就是告诉罗马人，你要帮助我到西班牙的地方去。那保罗有没有地方去呢？有没有去呢？在其他的文献里面告诉我们，据传他有去到西班牙，完成了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这使命。保罗他亲自写了一个《使徒行传》第29章，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我们要回来问我们，教会的建造，最后是希望福音能够广传，教会能够在每一个地方来设立起来，不是只有在我们认识的地方而已，而是要到地极。那这地极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说，经过7个主日的这个考察《使徒行传》之后，你要如何在你的生活圈中继续来写《使徒行传》第29章呢？《使徒行传》没有错，是写这些使徒们，包括保罗、包括彼得这些等等们，他们在领受主的福音之后，然后领受主的大使命之后，要如何把它广传出去的记载，我们也是其中的门徒之一。我们如何写上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第29章？不只是我们的教会呢？教会在大家的《使徒行传》里面的如何来配合，如何能够来同心合一呢？我们应该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迦南教会到底要如何。迦南教会的这个《使徒行传》第29章呢？我们能不能在教会的宣教史上留下什么事迹吗？相信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我们也努力要尽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对内是祷告的教会，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就是要将福音去广传。那我们教会的组织里面呢，我们透过2个单位在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单位呢，就是我们的社区的牧区，我们有社区的牧师、许牧师，然后我们还有传道部，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我们看过去好几年中间，你去回顾一下，我们每年都有圣诞节的这种在园柏里面的布道，这对象完全都是外面的人，从车站出来的人，经过那个地方的人，要进到百货公司里面的人。我们也有圣诞老公公的游街，是要将这些主耶稣为我们诞生的好消息来告诉别人。我相信这些种种都是我们曾经也做过中华路之美。我们在这些，或是现在我们在每个月第4个礼拜，我们有在文昌公园，我们有去清洁文昌公园，我们还有这个医疗咨询等等这些，我们还有做接恩友的福音。在第2场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在地下室里面有机会能够跟他们分享这些，而且关心他们，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午餐也能够吃。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我们也是希望在写出我们的《使徒行传》第29章。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更放了很多的有2大的目标在做。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发行社区报，也就是我发现到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活动呢，都是我们单项在做而已，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方其他我们所关心的这些社区人，他们的意愿到底是如何，或是能够更深一层的来跟他们发生关系，然后来影响他们。所以我们就发行了社区报。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开始，这是我们发行的第一的创刊号，第1期，我们取名叫迦南美地。从取名开始，我们就邀请所有的会友，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开始，你觉得这一个报应该叫什么名字？哇，很多人就开始提供他的建议。然后我们只有统计的结果，迦南美地是人最多的，所以我们就用迦南美地。从开始邀请大家参加，我们开始有筹备会，邀请谁要来做编辑，然后谁要来写文编，谁要去采访，谁要做美编，谁要做发行，这等等这些，我们终于在上礼拜的时候已经出刊了。接下来是如何能够发出去，然后看到它的影响力到底是如何。所以在这第1篇的时候有写到说，我们希望能够成为社区的口舌与桥梁。
替他们讲话，听他们的心声，然后能够将这些带到我们，甚至是到县政府施工所的地方，让他们听见我们这设计所需要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上礼拜的6呢，我们有举行，在上礼拜6应该是24号，不是昨天的。我们在这有演一个叫戏剧布道、戏剧宣教。我们透过戏剧的方式，将我们福音的真谛把它演出来，不是单单用看的，单单用讲的，而是因为有些动作这样出来。那天有207个人来参加，大部分是我们的教会的人没有错，但是也有不是我们教，不是信徒，就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后来我们就大概是这样的问一问，到底大家的感受是如何？其实他们都受到很大的感动，听不一定能够听得见、听得懂，看讲他们就开始能够感受到。我们教会在《使徒行传》第29章，在台湾的宣教史上，我们可以留下怎样子的事迹吗？或者是我们在青年施工里面，他们在暑假的时候都办很多的营会。其实我们这些营会的对象都是外面的，不管是国小也好，国中也好，我们都盼望他们能够有机会领受到福音。我们要做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发动了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志工在。这些人有些是信徒，大部分是我们这边的青少年们，他们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自己里面的信仰再次的得到建造。我相信所有的这些活动，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写下《使徒行传》的第29章。福音要能够广传到地极，必须要我们每个人都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要参与，我们要委身，我们准备好了吗？还是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只有到主日里面来，然后来领受到，来唱圣诗，然后我们来有我们自己会友之间的交通，然后我们还可以来听这个圣经里面的讲解等等这些，哇，我们就自己非常的满足，这再次的感到我们这的灵命得到的增长，这样够吗？不够的。神给我们大使命是要怎样？要使万民成为他的百姓。神的终极目标乃是怎样？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是万人都得救。这个终极目标是靠大家才能够去完成的。福音要传到地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极之后呢，不是我们只有传出去就好，而是要在那边建立教会。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呢，是未来的盼望，是世界未来的盼望。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福音机构，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跟地方教会能够结合，因为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撤走了。谁能够继续牧养在这一期的地方，就是透过教会。所以福音要能够传到地极，一定要这样，教会要去广传，教会在各地的地方要去设立出来，而且必须要大家共同的努力，知道说我们要来写下我们的使徒行传第29章，或者我们称不上使徒，就讲我们是信徒好了。我要写出我们的信徒行传的第29章，你准备好了吗？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里面我们有提到的问题。从使徒行传第28章之后，你知道福音怎样广传出去到地极吗？要分享这信仰前辈的事迹。就像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今年是第148年，我们可能连自己是第几年我们都还不太清楚，但是我这边提的是希望我们了解到信仰前辈他们如何的努力。马雅各他来的时候是怎样来的？是大家举双手欢迎他来吗？他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大家都很乖乖的坐在下面听吗？还献上感恩吗？不，他们是受到很大的这种羞辱的，当面就泼这个粪在他的身上的，还是将他所居住的地方把它整个破坏掉的，受到很多的这种折磨。我们能不能去了解到这个？也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委身之后，才有后续这些下去。现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有1100多间教会，1217间教会，到处都设了教会。现在又继续在增加了。我们新竹中会
像我们自己的家光的成立，新竹中还有其他几个，在最近我们成立的3间教会出来的，就是希望福音能够广传的地方。在桃园的地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前只有3间，现在4间，加上中山，在9月中15号的时候，他们要升格成为堂会，又多了1间。那我们家光又多了1间，就是这样子才能够将福音传到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成立的时候，原来的母会并人没有减少，但是他这边人增加了，因为那些失丧的这些灵魂又回来了，或是有些人有机会接触到的福音。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如何能够成为这一代的福音的接棒人呢？我们要怎样承接这些福音信仰前辈他们所传给我们？接下去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传棒人。你的信徒行传的第29章，你准备写了吗？还是你已经写了？你是不是要继续去完成它？你就成为一个传棒人。盼望我们也能够关心到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在这个信仰的路途上面能够坚守，也能够成为他们写下他们的第29章。因为我们今天这边所谈到的，都能够成为我们再一次的思考：教会要建造，福音要广传，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到底是什么？愿神祝福在我们所有在这事情上有付出、有努力的人，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百姓，但是你更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广传福音，使万人都成为主你的门徒。你知道我们能力不足，所以你要我们等候圣灵的降临。现在圣灵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你要我们福音能够广传到地极，也就是要万人都能够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够沉沦。在这中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需要教会的努力，需要我们的委身。祈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像保罗一样，他继续写他的福音这个使徒行传，让我们每个人也能够写下我们的门徒行传，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或是台湾的宣教史上，也能够记下我们的一笔。求主帮助，求主祝福，求主带领。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是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与上帝。我们信上帝是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物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
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神意、平安与喜乐。阿们。